大家好，我是梦欣老师。今日我来大家分享黑拍舞图，运动对大家就非常的重要哦。故所Andy今日我来学一段舞图，让大家来好好的运动。1、2、3、4，然后2、2、3、4的时候数站起来叉腰。1、2、3、4，2、2、3、4的时候头往下低。3、2、3、4，然后4、2、3、4的时候头抬起来。3、2、3、4，4、2、3、4，要保持笑容哦。接下来下一个动作是数站起来，然后两个数站起来。1、2、3、4，2、2、3、4。3、2、3、4，4、2、3、4。接下來頭要看一片沙，1、2、3、4，2、2、3、4，也全部都係擺 pose， 鼓手過一擺，1、2、3、4，2、2、3、4，3、2、3、4，4、2、3、4，5、2、3、4，6、2、3、4，7、2、3、4，8、2、3、4。大家有做到冇？接下來我哋要做一圈，1、2、3、4，腳啲天內方畫一圈呢，1、2、3、4，往另一片上，3、2、3、4，同樣畫一隻圈呢，4、2、3、4，過一擺哦，1、2、3、4。2、2、3、4，3、2、3、4，4、2、3、4，大家有學會冇？接下來畫圈嘅時候，我哋會數愛站起來，同樣啲前頭畫一隻圈呢。故所我哋會來練習一擺，1、2、3、4，彎腳，1、2、3、4，再一擺。3、2、3、4，4、2、3、4，大家就做到動好哦。一下我哋就加上前面的轉圈，向下來做一道。1、2、3、4，2、2、3、4，3、2、3、4，4、2、3、4，大家有學會冇？我哋要從頭來做一擺 pose 嘅動作，腳打開，1、2、3、4，2、2、3、4，3、2、3、4，4、2、3、4，5、2、3、4，6、2、3、4，7、2、3、4，8、2、3、4，還記得冇？轉圈呢，1、2、3、4，數加腳，1、2、3、4，3、2、3、4，同樣數加腳，4、2、3、4，再多哦，我哋就全部都接向下，1、2、3、4，2、2、3、4，3、2、3、4，4、2、3、4。5、2、3、4，6、2、3、4，7、2、3、4，8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5、6、7、8，1、2、3、4，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接下來聽一隻動作，我哋要做麻花，腳往旁邊踏一步，1，聽一步係腳交叉往後，2。第3步打開來，3、4，再到哦，預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，接下來我哋要彈胸往前，彈2擺，1、2、3、4嘅時候滑一步，3、4，接下來我哋要往另一邊上，以同樣做麻花，3、2、3、4，同樣彈胸2下往前滑，4、2、3、4，再到哦，我哋向下來做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
3、2、3、4，4、2、3、4。然后就来练习一下弹胸压集动作，脚打开，然后就喺胸口往前往上推出去。鼓手看一下我的动作，1、2、3、4往前推，2、2、3、4的时候往後，3、2、3、4、4、2、3、4，只有胸口往前推，肚子要出力，是否要加紧哦？1、2、3、4。2、2、3、4，大家有做到冇？接下來，我哋就要全部練向下。1、2、3、4，2、2、3、4，3、2、3、4，4、2、3、4。我注意一個地方係彈胸嘅時候咧。音樂稍微快了一點，鼓手人家就會稍微加速，再多哦。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3、2、3、4，4、2、3、4，非常好。人家就要從頭到尾跳100，用數拍的方式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。3、2、3、4，4、2、3、4，5、2、3、4，6、2、3、4，7、2、3、4，8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，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，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接下來，我哋要加速了，過100，準備咯。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3、2、3、4，4、2、3、4，5、2、3、4，6、2、3、4，7、2、3、4，8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，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，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。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接下來，我哋要聽啲音樂來跳100，準備哦。非常好，大家就做得當好哦。接下來，我哋要來休息一下。